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家常台语安尼写，家常。家常本地是咧讲管理家的犯人，也毋过演变到尾啊，家常是咧骂人、贪食、妖鬼。讲以前管理家的犯人，拢是有一顿无一顿食袂饱，所以只要看到有物件通食，目睭就变大大蕊，就惊食无。啊，用手抹咧，就踢喙空，直直踢，直直推，直直撒，食相真歹看。讲安尼就是家常。会记你细汉的时阵，若食物件直直撒，无一个食款，时代拢会念讲，是拢互恁食无饱足，这家常。家常嘛当当做名词来使用。你食物件嘛食较慢咧，食到那家常哩。家常的家，家乐、监狱。啊，这个家乐有真侪种的讲法，家牢、笼啊、笼啊来里啊。啊，若入狱坐牢，就是坐家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家常实在真趣味。